全数睇到检测胜负，本按照太湖山下世奥运的6队运动会正式开始。无论男女运动员，也系沙旗表演团体，都强壮的田田花茶热潮，看得出来各三人都动跳。非常好，更加受到注意的焦点，就是拿定中央港企业水域6队运动会和中央港关系重称，甚至按当年的胜负，都係從中醫池檢測出發，到6隊嘅各狀以贏嘅。特別6隊啊，俺6隊有一個組織啦，要出去大戰嘅話，都有來出隊嘛。出隊嘅時間啦，佢係都會睇6隊中醫池嘅顯示啊，它個顯示啊，事實啊，所以變啊一種樣嘅儀式樣啊，儀式性嘅東西啊，所以裡面喺擺有一個運動會嘅時，都會睇個6隊中醫池去，會睇個判點勝負哈。中醫池都因為也 TV 啊，一直都係6隊人嘅精神嘅一種信仰中心啦。也係講啊，我哋一般講啊，用今仔個現代化講，都講啊團結嘅圖騰啦。出隊對統治者來講是係動態問題，要慢拖練武轉變做體育，係日本皇民化策略。新日本6隊運動會變做台灣南部行人體育嘅運動大事情。所以日本人因為佢從事一個體育，所以6隊方面啊，本身一個基因地位啊，都已經係運動嘅種嘅，因為都有武功嘛，按照日本人按提倡，所以6隊嘅運動風氣都幾好。日本政府一開始啲6隊希望推廣嘅係日本人最後嘅原始網球，甚至啲國學校作為當到球場，也做啲講係6隊運動會嘅開始。日本人雖然講佢過去台灣留幾多學校有網球場，啊鄉下人嘅運動一方面方便，尤其是咱哋6隊客家。對一個原始網球，特別係有關嘅傳統一種嘅興趣。所以一個風氣到走過2年嘅時間啦，一個啲灣漫開始啊，灣漫佢係有個林奎德先生員啦，也係提倡一個田球嘅風氣，都期盼一個6隊嘅一個原始嘅網球比賽。一比賽頭下開始啊，都差唔多都2-3隊，啊發展到4年以後，啊都變咗6隊，每一隊都嚟參加，啊一個都可以講到按6隊運動會嘅前身都按嚟來啦。6隊實行原名，一培育嘅依度原名嘅強人，啲全國比賽更加係打頭名嘅。佢係全國嘅比賽啊，佢係講全國嘅全線比賽。一談到講啊6隊嚟參加，啊在發現剛剛都聽一名嘅，啊因為聽一名係聽6隊。除咗原名以外，大家都啲嘅野球同排球，更加適合6隊嘅強項之一，甚至啲優隊嘅面容，特別係啲嘅名人運動館，來表示6隊人當初從運動。排球啊，面容人都講係人嘅真球啊，面容真係真球，所以特別6隊運動會我一看佢也知道，佢排球比賽吼最精彩，啊特別會打排球嘅人也幾多，啊面容呢方面咧風氣特別好。6隊早期吼。出了很多的國手，尤其是美濃地區那邊哦，美濃地區，那屏東這邊呢也出了非常多的，像那個竹田呐，像這個新皮啦，像這一些地方呢，也都出了非常多的一個國家級的一個排球選手。6隊運動會嘅排球比賽，設落160人嘅賽制模樣。得需要93人按到，互相得球來來去去，當時跌到天人殼，各出一得分，好無簡單。6人制只有6個嘛，那9人制呢，他有9個人，所以下場的話，他不分前後排，他們不分前後排，那所以說打起來的話呢，會比較激烈，而且呢比較熱鬧，來來往往呢，有時以像這個防守方面、攻守方面呢，也不容易造成死球。所以來往的話會比較激烈，打起來可看性會比較有。
家大部分出社会的，读大学的，有的喺公司上班的，利用拜六礼拜有限的鼓励，较跟人去打球呀呢。9人制的一个比赛赛制那个比较趣味性那这个比赛几乎都是在过年期间过年的一个左右里面打的，那可以说是让这一些那个回乡的返乡的这一些球员因为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多。因为球员但是喺啲老闆也係業餘喜歡嘅人組成嘅，除咗一般嘅調度上場增加參與感，但個 top 大家都有限嘅時間來比賽。故說6隊運動會差唔多都限定扣到過年前後來辦。因為喺過年辦啦喺到過年當中大家人過多要鼓勵自家故鄉嘛過多年嗱過鬧熱但年底拜大家都很天意都講學生嘅。因為運動會主要嘅角色啦，搶眼係咧就學生嘅身而家讀大學嘅啦，讀高中嘅都係學生嘅而過嚟過年，佢喺度都不用寒假嘛，而都會代表自家鄉鎮嚟參加6隊運動會對40歲以上嘅6隊人嚟講，40屆都係代表6隊先以鄉鎮嚟參加比賽，係動態講用。閒時我哋參加嘅招聘，咁喺印象都講。可以參加6隊運動會係個該用件嘅事情。我記得我係說一般咩嘅足球隊總要參加。本來非常都講6隊可以延續有嘅運動會嘅精神本然嗰度有嘅運動員係可以有發揮嘅所在。譬如嗰度客家嘅有嘅人才。好，比賽已經開始了，加油！不過，咁樣講用到一下，沙天天嘅無嘅。學生係對參加6隊運動會，無天就會知道有興趣，也依然感受一項6隊大事情嘅意義。你覺得來參加好玩嗎？還好。怎麼說還好？就很熱，天氣很熱，就無聊。無聊啊？對啊，無聊。沒好玩啊？不好玩。所以你是被迫來的咯？沒有啊。那怎麼會無聊？自願來的。自願來，那你還覺得無聊？就一開始覺得想來的時候就很好玩，但是之後來就有點無聊了。你這一次6隊運動會參加什麼？田徑。田徑？什麼比賽？哪一類的？就。你參加哪幾項？接力啊。還有呢？100公尺。還有呢？沒了。沒有了。你本身是跑田徑的嗎？不是。怎麼會叫你來比賽？我也不知道。6隊運動會嘅門路，從田徑比賽也看得出來，參加比賽嘅將純度比派來嘅各種小學生嘅人數也係當然嘅減少。田徑係運動之母嘛，特別人即係講田徑風氣較深，特別人咧體力體能個好下班人咧認識到。更加時代也好上嘅體能嘅就冇像人特別安好咯，所以唔講6隊運動會用很多一個田徑項目參加人會見嚟見少大家本人想唔到嘅係，這啲6隊實行嘅樣樣，喺今年第45屆運動會度，才存到3歲嚟參加比賽。更加後生嘅同我哋當時嘅環境比較起來。我哋冇乜嘅衝勁，家後生嘅為了去做國術，為了做乜嘅，我哋都純粹都一種興趣嚟打球嘅。冇問到，咋打嚟打變國術啦。6隊運動會以為天天嘅幕咯，當然同貴嘅大環境有關嘅，同我哋一般嘅運動嘅風氣有關嘅嚇。但是最實際嘅問題就講，你哋運動會係冇人嚟看啊。冇人嚟參與啊！啲運動會都裡面都人喺度啦。因為也係6隊運動會，但是喺鄉鎮公所0點來辦，又但是喺啲叫得公園2年來辦，喺個無動態嘅採天運動，公務人員冇見得很發安泰嘅心理來參加。因為運動會碰到幾多人力，有啲人力義工大部分都鄉公所嘅資源，邊嘅總社會老師嚇。我看一下，像美濃也蠻嚟講。差唔多係60%吧，係美濃3、6個月副區嘅人最好啦。按其他6隊嘅鄉鎮
下摆有的乡镇公说30%都冇到啦，好搞现场咩？30%都冇到，本地人佢少，所以兒童體方冇感情，而咩唔掂啊？喺度掠隊呢？所以當然接到安尼時節，伊都面都講啊，要增加係麻煩啊。正式嘅比賽有一個少年參加，為了增加面潮和親密性，陸隊運動會將做的都賽嚟其他民俗技藝比賽。時事都比人國強，一個貴嘅一個天呢，天天嚟因落寞嘅嘢，呢方面嘅人才都進來，所以別人冇辦法嘅時間。給鄉鎮公所，伊之後都講要考慮講趣味競賽啊，啊冇到民俗法通種啊，要彈錯結啦，要開水啦，比國寶啦，嚇樣嚟啦嚇。安個呢，到裡面移民人進來進上，甚至於冇辦法係樣呢，都同鄉院比較。加油！過來！我入邊開埋。大多歲開嘅愛換，愛俾我贏。一次，2次，3次，成功。開始係平穩啊，啊個跌的時間就好，叫做靠運氣嘅。唔但止參加比賽嘅人變少，連看比賽嘅人也唔多。按到年來，啲行政嘅校會嘅主同學開始同運動會留家研發法通結合，希望本運動會唔但止係運動，用語文表演、地方產業戰術來吸引他嘅注意。因一方面呢，希望用嘉年華嘅方式嚟帶動陸隊運動會變鬧熱；一方面呢，係加陸隊運動會嚟介紹啊嚟陸隊。輕點板，好，啊也要下面5板，啊也要下面5板，也要推保板，也要拍着公板。各隊喺拍嘅時間呢，各位鄉公所呢，亦希望用加入嘅地方產業，啊同嘅運動會呢，嚟結合。帶動嗰度嘅啲嘅經濟收入，本村民、鄉民嗰度嘅收入。主辦單位嘅想法雖然好，不過11開始出現變化，當道嘅談法，強調為祖國嘅風采，運動會也係鐵石產業，變做屁國天天。一言一樣，開始有人提出。陸隊運動會應該轉到年點，從學校嘅體育培育來做，唔係當年派1-2年嘅發通天天。體育隊體系要太好，有構造，有骨狀，有骨手嘛。啊，像一條地方一定要培養單項嘅球隊、單項嘅田賽、競賽嘅人才嘛。甚至要帶動嘅嘉年華，古老相片徵集來，嚟做一啲文學嘅創作，甚至畫圖嘅比賽，嚟朝向藝文同運動嚟結合。安尼可能會較好嘛？唔好講安尼一年表演到全下去，或者一啲夜市的行為用安尼來看，安尼下去。甚至也有人提出，下一擺無天朝做得到早期嘅陸隊運動會公約，也請其他地區嘅客家鄉親來參加，擴大變作全國客家運動大會。我覺得安尼客家幾好嘅戰術，共同來參與，本有嘅運動會呢，輸到好多人嘅注重嘅時間。以後唔係項目係咩嗰啲人嚟引導，唔好讓單單講，咱個有陸隊啊，禮拜六有陸隊嘅人嘅比賽啊。係講，我哋可以將陸隊運動會啊，嚟變做全國客家運動會啊。我一個構想嚟都講，體育方面運動會嘅形式還有，係一般我哋全國嘅客家人啊，大家要互相學習、互相鼓勵啊、互相關心嘅機會啊。將太妃比拼高分版满奖的旗正向上，來掌聲鼓勵。飛旗飄以來，第46屆陸隊運動會和高本前鋒隊慢慢向來期盼，也62年歷史嘅傳統派系，也天在天天前進，想辦法同陸隊注重體育和團結嘅精神，相續下去。